世界万行台拢伫台湾新眼界，欢迎收看。今日节目我是赵博明阿拓。观众朋友，行政院政务委员陈进忠甲美国贸易代表线顶面会，宣布一个台湾美国经济合作的新安排，叫做台美21世纪贸易提头。咱台语提头这个词语，甲英语内底 initiative 是比华语搁较有对同意思，是台美两边先讲好势，过来咱贸易合作商谈需要来敲什么事项？需要敲什么事项咧？这内底都美国6月底，台湾美国代表就要伫华府来谈这个21世纪贸易提头。咱看到内底有路内容，拄好甲咱节目捌讲过，真遗憾，台湾无伫内底的印太经济架构坐灯塔。即摆台美21世纪贸易提头，是毋是正做一个安打台湾搁好春秋的手路？伊敢有搁较好印太经济架构？未来台美自由贸易是毋是会有更较密切的发展？今仔日台湾新眼界邀请学者专家来开破，因带咱做伙来了解。小介现场来宾邀请原地大学 EMBA 高仁山老师。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安，大家好。邀请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吴建中副教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观众朋友，咱今仔日就来看这个台美21世纪贸易提头吼，这是咱行政院政务委员甲美国贸易代表线顶来开会了后来宣布吼，行政院定政务委员讲，伊这等30档台美经济贸易的大突破。袂输是一个无关税的台美的双边贸易协定哦，是安怎的无关税？咱稍等有路来讨论。6月底。台湾甲美国代表就要伫美国华府头摆来协商吼，咱看到外交部长吴钊燮讲，这个贸易提头会当帮助咱台湾加入 CPTPP 甲印太经济架构。总统蔡英文讲，望透过这个提头吼，佮加深台美双边的贸易关系。咱今仔日就自行来讨论这个提头的代志。大先，咱先来看报道。行政院政务委员陈进忠昨暗甲美国贸易代表处 USTR 副代表毕扬奇开视讯会议，会后行政院宣布台湾甲美国达成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月底会伫美国华府举行头一届会议。学者认为讲倡议是一个真重要的开始，未来会豆豆向 FTA 方向来行。从美国开始出发，然后接下来可能我认为下一步欧盟会跟进哈，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起始点，所以先有一个这个倡议出现，然后再逐步的达到最后我们往 FTA 的方向的一个目标前进的话，我觉得是目前一个权宜之计啊。未来台美会把重点放伫11项主议题展开谈判，包括贸易便利化、农业协助中小企业贸易、非市场政策甲做法等等。学者分析，台美部分谈判的内容是中国无法度达成的，针对中国的气味是真重。劳工、环境跟国有企业都已经进去在里面。好，那这3个议题是中国最达不到的部分，哈，或者说最敏感的部分。那另外再加上它最后一项所谓非市场的操作，哈，那这个常常是过去以来这个美洲贸易战，美国在指责中国的部分。那因此，啊，综合这个未来要谈判议题，可以看出来就是说。美国呢希望跟台湾合作，好，那一起来对抗就中国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甲路透社的报道拢指出，华府的官员认为讲，美国真拼死深化甲台湾贸易的投资，会当解脱做是对台湾长期尾加入印太经济架构 IPEF 持开放的态度。针对这点，台湾国际法学会副秘书长林定辉表示，台湾若是先甲美国达成某一种共识，有机会再搁参与 IPEF。这嘛是美国成熟的谈判策略甲手段。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咱即马先来邀请台湾地库执行委员赖宜中老师。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宜中老师，咱即马大先来讲即个21世纪台美的贸易倡议甲提头吼，美国的公论是安怎讲？昨美国的金融时报在报即个代志的时阵，伊甚至是讲即个贸易倡议甲提头吼。袂输是咧算讲是暗砍拜登政府的经济政策不时互台湾失望安尼。针对这款的讲法，老师感觉讲这是一个安打台湾的方式，另外佫有啥物款的意义咧？
我感觉无一定是咧安打台湾吼，因为咱也是看这个贸易倡议吼，会当看到讲，敢亲像伫差不多一礼拜前，美国迄个拜登这个总统吼，在当今的时阵，有甲其他11个国家有共同来成立一个叫做印太经济的架构吼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啊，实际上咱来看这个内容，敢亲像讲昨所宣布的物件。就是这个 IPF 吼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就是讲印太经济这个架构吼，台湾甲美国相平的版吼，啊，就是把这多边的物件，甲伊刷到这相平吼，算讲台湾、美国这个所在来处理。啊，所以你伫遮咧看的时阵，我是感觉应该要了解这过程是安尼吼。当然一开始因为台湾无伫这个算讲印太经济这个架构内底吼，所以讲真侪人真失望，是感觉讲哦，美国佫惊中国啦，吼，还是安怎？啊，美国迄当阵私底下咧讲是讲，毋是讲美国咧惊中国，是讲其他尤其是对东南亚国家吼，因是足惊中国，惊中国是认为讲参加这有台湾伫内底这个贸易倡议吼，所以讲因可能会受到中国真侪这个压力。吼，所以讲毋是美国咧惊中国，是讲感觉讲这个国家遐尼惊中国，惊讲吼一开始也是讲台湾伫迄内底的时阵，啊是毋是变成讲这个国家都毋敢入来，啊变成讲完全算讲计划遮尔久的一个经济的即个新的计划吼，啊一开始都参像无啥物人会来参加，吼都无啥物路用，所以美国的做法是讲。啊，无安尼啦，吼，咱即马到来所看是讲，伊吼犹原是甲伊成立起来，吼，对甲其他尤其是东南亚这国家先甲成立起来，但当时阵呢，伊嘛甲台湾另外成立一个算讲双边，吼，即个经济即个合作的即个倡议，啊，但是伫遮吼，一个问题就是讲，也是讲台湾甲美国即个经济合作即倡议，啊，甲即个美国伫即礼拜进前的即个。印太经济这倡议吼，两个内容拢差不多的时阵，中间是会当安怎？就是讲，咱因为甲美国有即个物件，是毋是讲咱台湾甲其他国家啊，其他伫迄内底的即个国家吼，会当完全适用吼，敢会当安尼来处理？如果中间即个会当结连的即个过程是安怎来做？吼，所以我是感觉讲，这是一个阶段要去思考的问题。但是我会感觉讲，照安尼来看吼，就是讲美国甲台湾即马先有即个物件，当然以后是毋是讲按比照处理吼，就是讲包括日本吼，包括像讲迄个Australia 吼，这个国家嘛甲迄个比照吼，美国甲台湾共款，啊，无论讲是透过美国啊日本、美国、台湾，也是讲即个日本甲台湾双边，也是讲 Australia 甲美国甲台湾，讲 Australia 甲台湾双边，安尼一个按甲斗起来。是，这种这款的可能性，吼。我讲照这款的做法，就是讲无一定讲台湾爱完全拢伫迄个第二阶段伫内底，爱透过一个相变，嘛会当吼，算讲互咱有一个差不多有一个 effective 吼，基本上都是有这款的经济合作的倡议，所以讲这是另外一个一阶段可能爱去思考的问题。啊，第三是讲有真侪人是感觉讲哦，这个物件因为人讲无这个 market access， 吼。没有，人讲无市场准入啦，吼，因为真侪人都是把这物件当做这是自由贸易这合定吼 ，FTA， 安尼来想象，啊，所以讲对这个无论讲台美双边这个贸易倡这个经济倡议，还是讲甲这个美国所主张的这个印太经济这个架构吼，感觉讲内底是迄干那空嘴薄嘴吼，无啥物实际的那些内容。认为讲伊无像种 FTA 啦，但是咱是讲看到这个印太经济这个架构吼，伊内底所写的，敢若亲像是讲伊是针对规则，针对伊这真侪规定吼，开始做一个全新的一个新的处理吼。所以讲伊伫遮所要做，毋是讲安怎来促进这个贸易，是要根本想要改变这贸易的这个结构，吼，啊，甲伊这个意图吼。所以讲，伊的这个做法，啊，伊的这个目的，这是无共款的。我是感觉讲，但是咱用这个电脑来看吼，做一个比如啦，啊是讲这个 FTA 吼，是讲 BTA 都真侪人讲这个自由贸易这个协定吼，
敢若参像是讲会当来促成即个贸易会当更加增加。敢若参像电脑内底吼，咱有真侪无关应用程式啦，吼，是，吼啊有诶真侪应用程式会去针对某一个特定的即个目的吼来处理的。啊，但是咧，也是讲即马讲到即个像讲印太即个经济架构，即个架构，也是讲台湾甲美国即个经济倡议，敢若参像是讲吼电脑内底，咱讲 Windows 95啦，也是讲即个 Windows XP 啦，即款的即个操作系统吼，所以讲伊是根本来去决定讲即电脑是要安怎来去运作，啊，遮其他的即个算讲应用软体。是要透过什么款的规则，还是讲什么款的规定，才有法度来到底这个操作软体内底？电脑内底会当支援的迄款的意思。就是讲，伊咧做规定啦，我来规定讲，什么你也是要入来，你要有什么款的规定，你要有什么款的规格，吼，即伫我这个内底咧操作。所以讲，伊改变的是上位这个较顶头，算讲较上位一个规则，毋是讲咧注重讲，要安怎伫像讲。今仔日会当今年甲明年比起来，会当去增加偌济些贸易额，是吼。因为咱即马看到就是讲吼，像讲因为对2018年、19年开始，啊，包括讲美国真侪即个民主国家发现讲，即马即个供应链吼 ，supply chain 的即个物件吼非常重要，就是讲即个供应链的即个安全的问题，会当信任，即 supply chain 有一个当信任，啊，但是也是讲过去。咱这传统的这自由贸易这协定吼，伊根本上是绝对袂去营运，因为政治安全的理由吼，所以讲，互这个算讲供应链吼，会当迄个有个国家都无法度入来，还是讲有什么款行为都袂当入来，伊上最会当处理就讲啊，我爱公平的这个贸易啦，吼，讲规则拢爱共款，啊，但是也是讲着讲供应链吼，咱即马这个。supply chain 的安全的问题，有真侪，无一定是讲公平的这个贸易，是讲这个国家安全，也是讲伊有这个，算讲有真侪别有用心的这个目的吼，这款行为时阵，咱都绝对无要甲伊做伙。对。啊，所以讲这过去自由贸易这协定吼，拄到这供应链问题，完全无法度处理。好，这是一个这是一个物件。啊，第二个物件是讲，咱即马讲到 digital trade， 是讲这个数位吼。digital 这款的这个经济 ，digital 一个物件真趣味的所在是讲吼，伊所管辖唔单单是讲透过这个数位，会当有这个跨国境的这个贸易，嘛包括讲伊的这个个人的资料，跨国境会当来收集，所以讲即马全世界真侪人拢咧处理讲，到底这 data 吼，这个资料本身的安全性，啊，甲伊管理这边安怎来用？是。啊，但是也是讲，咱嘛知影讲，对即马开始数位的即个经济吼，真重要是讲，咱讲 data 是金矿啦，吼 ，data 是即个购买，吼，即款的即个唔单单是讲 data 本身当卖钱，你安怎来产生即个 data 吼，安怎来产生即款的资料本身，嘛是一个真重要的一个方式。所以变成讲，咱即马讲来讲传统的即个自由贸易的即款的即个规定。拢无法度去处理掉，像讲供应链，吼，像讲 supply chain， 像讲即个 digital， 这是完全要求完全无共款的规则。啊，伫即个所在，所以讲，我是讲美国对即个无论讲印太的即个经济即架构，也是讲咱台美吼，比较伊即共款，所以讲伫台美即商品办的即个物件。基本上是要处理是讲这个问题，是啊，这是传统自由贸易无法度去处理的，是，所以咱伫遮都袂当用这个传统，就讲 FTA 啦，自由贸易来去做这款的要求。我是感觉讲，对啊，就是讲咱即摆已经进化啦，已经 evolve 到一个新的阶段，所以讲即个想的嘛是完全无共款的一个新的思维。是。宜中老师讲到两项最重要的代志吼，头一项是拄则讲的市场准入的这个问题，另外就是无共国家在做生意吼，这个理念的问题，咱分开来讨论。仁山老师、宜中老师所讲的这个市场准入吼，那是要进入美国的市场，都有这个关税的问题吼。咱即马在讲这个贸易倡议提头。无这个关税的问题，是因为讲，若是真正要改变关税，美国遐签的这个协议，都要经过国会的授权，是不是安尼？是，咱来讲吼，因为咱即马谈的这是算合作协议的一部分啦，倡议啦吼。啊，因为咱
甲美国当时拢是 WTO 的会员国，所以你会员国内底已经谈过即个有关关税即个物件，就免搁谈啊。所以无市场准入的代志，吼，无遐大啦，吼。伊部分可能爱讲的，可能是迄个服务方面，还是拄啊余中老师讲的迄个网络买物啊，即个认定，还是迄个咱即马讲的即个所谓的金融，吼，就是你网络银行即个代志，吼。啊，所以 WTO 内底讲的大部分拢是迄个咱即马讲货贸、货物的贸易。所以咱台湾甲美国两边的贸易，95%以上的物啊拢免税啦。哦，所以这就免搁谈啊，免搁谈啊。所以咱即话讲，即马为什么咱讲即个这是一个吼台美21世纪的这个贸易倡议是讲伊是讲一个叫做无关税的台美吼相平的协定。吼，这个讲法是对的啦。吼，啊，咱拄啊。吼，拄啊，迄个莫名你问我讲，是毋是讲，若有关关税吼，有关关税，就变讲伊爱一项安尼入去谈，安尼你也谈足久的。吼，而且你谈完以后，因爱送入去国会，吼，送入去国会去批准，批准完，伊才转来吼，转来即个贸易部门落去执行，这甲咱台湾共款的意思。吼，就是讲，你对外签的这贸易协定是算协约的一部分哦，吼，协约的一部分。啊，你一个国家对外去建构一个协约，你一定爱国会内底来来看过、来批准过、来授权，吼，政府部门才会使执行。是啊，所以这拢会拖足久的时间。所以美国伊遐吼，你川普总统的时阵，伊有创一个叫做 fast track， 吼，快速轨道啦，就是伊来较紧的。是。啊，但是迄甲拜登的时阵就已经无继续，伊爱送过国会内底去继续，啊，伊无继续。是。吼，所以伊即马迄边就是变讲拜登的 administration 内底，吼，伊希望讲用另外一种方式免送国会。但是伊嘛是一种的迄种合作协议，吼，所以咱即马讲，伊即摆甲咱台湾签，其实我是安尼感觉啦，吼，因为 IPEF 无甲台湾下内底是一个错误，啊，美国即马拜登的政权，伊嘛知影讲无甲台湾放入实在足可惜的啦，是，吼，因为。有200几个国会议员是挺咱台湾的，而且因有即个联名的，这批，就反复讲你民主党拜登总统爱甲台湾放入，但是结果还是无放入去。所以伊希望讲有一个补救的措施，就是讲虽然这多边的这个协定内底，多边的合作协定内底无台湾，啊希望伊用。相平的谈判，相平的这会使甲台湾放入去，所以大家会去感觉到讲，不管你 CPTPP 内底谈的这几项议题也好，也是咱拄啊讲 IPEF 印度太平洋的经济合作框架，这内底也是咱即马讲的21世纪的贸易倡议内底。观众朋友一定发现讲，伊看起来要讲，敢若有几项无伫内底尔。吼，啊，其实这内底就是变讲，伊希望讲美国会使为台湾吼，就是美国甲台湾吼相平，啊，美国甲别人多平。吼，因为内底我知影讲有几个国家吼，你 IPEF 内底无希望台湾伫内底，吼，想嘛知影嘛，韩国就无想喺台湾伫内底嘛，因为啥？直接吼有利益冲突的，韩国的半導體，咱顶禮拜節目咱有講到，因為伊咧內底，所以因會談半導體合作的這你 IPEF 內底，所以雖然咱即馬台灣甲美國談相平的，但是我希望因為無寫喺內底，但是
几项足重要的，希望咱政府嘛是爱谨慎去处理啦。不过，宜东老师拄则所讲的代志，我敢若有听到一个美角，就是台湾甲美国双边在谈的代志，甲美国甲其他国家多边在谈的代志，若是内容拢共款，而且是规则，啊，毋到咱这两项拢谈好了后，咱台湾的甲美国的规则，甲美国甲其他国家的规则是共款的，安尼是都是系统会当相容，敢毋是？是啦，系统会使相容，但是内底有几项无咧内底，吼，就是咱即马看出来，就是讲昨吼定政委甲美国的副贸易谈判代表所讲的吼，产业合作的即个内容无放在内底，啊，这对咱伤害就较大啦，吼，因为因迄单的是半导体合作。但是台湾半导体上强，但是无甲台湾放入去。除非是讲美国甲台湾要另外谈半导体合作，啊，这就较有影。啊，若是台湾无入去，安尼咱所看出来这个状况，就是咱有可能半导体的这个产业要去用取代掉。宜东老师，你要补充？实际上吼，就是讲前一阵嘛，应该是嘛，包郭教授嘛知影啦，就是讲。美国甲迄有一个倡议，就是讲美国、台湾、日本甲韩国，特别就是讲半导体的即个 supply chain 吼，供应链的即个合作的一个倡议，吼啊，即个物件即马嘛是咧共时阵咧谈，所以刚刚参像是讲吼，当然迄个就是讲韩国无想讲无希望台湾伫内底，因为三爽嘛吼，啊甲台湾这竞争，吼啊当然嘛有其他的国家因为惊中国的即个关系啦，吼。我是刚刚讲，即马即个美国咧处理，因为半导体你无台湾吼，这无法度处理啊。是。这毋是讲即个韩国会当取代台湾，无可能的代志嘛。啊，韩国嘛有真侪所在会要需要台湾，所以讲即马是讲美国嘛知影，啊可能嘛是讲因为种种的理由，无论讲这是伊，你讲伊切克闹还是安怎吼，还是讲迄有其他的考虑，但即马是讲。迄个台湾甲美国这双边，甲这美国这个多边的这个 IPF 内底，可能有某几项无伫内底，但是某几项起码一个，我知影半导体都有一个另外个加的一个这个合作。是。啊，当然是台湾、美国、日本甲韩国，可能佫无去那个印度 Pacific 内底其他国家。啊，但是 Australia 伊拢是原料嘛。啊，你讲印度拢是软体啊，拢是算讲 software 啊，吼。所以讲着讲 semiconductor 这款的迄个 production 这款的制作，啊，都是这4个国家，佫有什么款的国家会当来处理，吼。所以我是感觉讲，伫遮吼，当然一项，有诶物件是感觉讲咱是会较失望啦，但是嘛毋是讲都安尼都无咧用。因为台湾上强啊，美国上需要的所在，美国无可能放坏吼，啊，互台湾伫外口，因为这美国家己利益嘛受到损失。是。好，观众朋友，咱即摆来看这个倡议吼，伊包括内容是包括11项美国有伫要义的代志。咱来看吼，2礼拜前，咱咧讨论这个印太经济架构的时阵，伊个内容有啥？内底内容就有这个贸易较利便。法规制定的原则吼，啊，而且佫有这个所谓贸易的利益，甲劳工最中心的贸易，过来另外一个是日龄者的问题、标准化者的问题。建良老师，你2礼拜前嘛有伫现场嘛？啊，咱来看这的议题，甲2礼拜前的讨论印太经济架构，拢是有灯塔。过来，咱看到伊的这个倡议的意义吼。是咱台美贸易谈判正式来起稿，过来另外一个重大意义，就是讲用这个温啊时的方式吼，来推动台美的自由贸易。建良老师，你安怎来看这个贸易，以及拄则2位老师所谈的内容？是，我想吼，这为中美开始拍这个贸易战、甲科技战了后，其实对美国来讲吼，美国甲中国的迄款竞争吼，当作是一个。非市场的操作，也就是讲中国定咧去用迄款补贴啊，用迄款无公平的竞争来影响到全世界这款贸易。所以对美国来讲，尤其是这种疫情了后，其实吼对美国来讲上重要。其实2位老师拢有讲到，要安怎甲迄个生产链吼，要安怎定个拍起定个做。啊，对美国来讲，伊嘛知影足侪产业的吼是无法度等于美国。
但是要安会当有一个更较好制造的所在，若是讲美国有需要的时候，伊随会当摕到，啊，你袂去中国摕掉伊的阿妈骨。所以咱看到讲，其实吼，这对美国来讲，伊一直在布置即件代志。其实我两位老师讲的时候，我拢足同意的。其实我想历史上吼，迄个时阵中美有签一个迄款共同防御的条约。其实迄个时阵，其实美国原本是要邀中华民国参加一个叫做东南亚的公约组织，但是迄个时阵要参加的时阵，包括着中华民国的迄款咱的盟邦吼，拢反对中华民国参加东南亚这个国际组织。啊，为什么？因为伊惊中共。所以咱看来讲，美国啊不得已了后，伊只好讲啊无安尼，咱签一个中美的讲共同防御条约，这是另外一个部分。其实咱看到讲，对美国来讲，伊要保持伊的产业链吼，袂去用中东，袂去用中共掠暗棍这个所在，其实是足重要。所以对美国来讲，要避免这无公平的这个竞争，这。当然，咱知影民主国家内底有一寡竞争，但是民主甲迄款共产国家内底迄款竞争是无共款的，因为中国会透过补贴，会透过迄款降关税这个部分，但是美国已经知影，若是要甲中国比降关税这个部分吼，应该是这个顶世纪的代志，所以咱看后一个世纪内底，要安怎会当互台美的迄款产业更较升级。唔好搁去拍迄款哇，咱计数要较低啊！啊，劳工的迄款薪水吼，爱降较低，无咧拼即落啊！咱即摆看到讲，恁其实看到即个牧业产业内底吼，11项内底，其实咱看到包括着牧业爱便捷化吼，抑个法规爱经过来处理。但是上重要，其实两位老师拢有讲到，digital 这个部分、数位的这个部分、数位的转型，其实咱看这11项内底，我看到是，咱过去咱台湾上重要的，足侪中小企业吼，伫全世界咧拍拼。对。啊，这中小企业内底，伊要转型已经足困难啊。啊，要个数位转型，吼，这到底是要安怎做？咱包括咱台湾家己敢准备好啊？其实咱知影台美的关系，即摆是变足好，无毋对。但是台美过去内底吼，有足侪爱去讨论啊，爱去交流的这个部分，咱到底有做有够的部分。啊，对美国来讲，伊当然伊有伊的想法，伊有伊的要求，但是对咱来讲，咱台湾若是要提升咱的产业也好，咱的迄款劳工的薪水也好，咱这一定要做一个转型。但是这个时阵，咱嘛知影，咱有一个数位的迄款部门，但是其他的部门到对有调，这个部分咱嘛是爱来想。啊，这个牧业提头提出来了后，咱嘛是爱检讨，咱嘛是爱看咱家己有啥物不足的所在，要甲美国对接也好，要甲全世界对接也好，这是一个足关心处的一款牧业提头。啊，所以咱看到讲，这届吼，当然这个部分，我一开始咱看到印太经济空略的时阵，其实足侪人失望，讲台湾无这头一波内底。啊，即摆美国啊，甲台湾昨开一个这个记者会。有这个足好的开始，其实我感觉不管是名是啥物无重要，再刷来伊的内容，免咱贴起来，会当愈贴愈实。这个部分开始台美吼，要往进前行一步，这是上重要的这款产业链要重构的一个上重要的部分。是好，观众朋友，咱即马来看另外一个资料吼，这是这个21世纪台美贸易溪头内底，我感觉真重要的一个美感甲精神吼，因为这个贸易的倡议，伊有一个用共同的价值观做一个基础吼。余中老师，咱咧讲这个贸易倡议内底讲到规则的制定吼，讲到这个反非市场的这个手路，这个代志拢是因为台湾甲美国是一个是法治的国家啊。譬如讲，数位的资料，这个问题，这事实上拢是咱台湾的优势，因为若是甲中国无法度甲美国谈这的代志，是毋是安尼？实际上吼，咱甲迄个美国毋单是迄个共同价值，啊，甲中国迄个差别就是讲，因为咱是民主，啊，因就是无民主，所以讲，因嘛是会讲迄个进行数位治理，因嘛会讲 digital governance。但是咱的迄个 digital government， 咱的数位的这个治理吼，是针对民主，要符合这个民主的精神嘛，嘛要符合这个人权。所以讲，伫遮咱有真侪要保护人的这个隐私权，咱包括讲人有一个遗忘权，会当 be forgotten 吼。
但是伫中国，每一个即个个人的资料，拢是爱收集起来做国家的即个什么公共安全的即个管理啊。那有可能甲你集中？嘿，那有可能甲你袂记哩？对伊来讲，迄袂记就表示讲，我对一个人管制，对社会安全都是有问题嘛。啊，无我那会知影讲，即个人到底在想什么？但是民主的时代袂当安尼来处理，所以讲变成讲，咱虽然拢会讲规则，拢会甲即个讲 regulation 的 harmonization。但是实际上，咱的这个规则是根据民主、根据人权、根据这个自由，啊，甲这个个人的因素嘛，啊，因都是无共款。所以伫遮咱就讲着讲，为什么伫遮吼，这规则非常的重要？因为即马尤其是这个数位的时代，真侪这个讨论就变成讲，到底这个数位的这个管理、数位这个治理。伫即款的一个新的这个时代的时阵，要用什么款的价值观，要用什么款的这个规则来咧处理，哦，所以讲无共款的规则，就会造成无共款的系统，嘛产生无共款的这个经济，啊，甲这社会这个行为，有的行为是会当稳准的，有的行为是袂用一的。伫中国内底，每一个人的资料都是国家都还是爱提收去。到中国每一间公司，你都爱是随时准备，甲你所有资料都是爱互国家。哦，算讲民主的国家，无一定是安尼，甚至因为这安全的理由，咱甲这资料提供的时阵，嘛包括讲，吼，可能过1个月、2个月，迄资料都会自动销毁啊，都会安尼啊，吼。所以讲，像讲伫遮，咱即马讲到这个贸易的时阵，是这个经济这个结构的时阵，实际上咱即马讨论的，即马所用的，完全是根据不同价值观所产生的一个新的规则。唔敢讲一个规则，是讲整套的这个规则、这个标准要安怎来用，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即马咧讲到遮吼，因为咱即马讲较顶头的这个物件，唔是咧讲咧今仔日我会趁偌济钱啦，也是讲我会当卖偌济物件出去啦，也是讲吼进一步是讲哦，我甲什么公司会当做什么款的产业这个结连，即马完全唔是安尼，是要管理这产业结连，伊会当透过什么规则？好，什么款的方法来处理？即马伊所讨论的是这个部分。是，好，观众朋友，咱继续来看吼，咱自昨开始一直有人在讲吼，这个21世纪的贸易倡议吼，会成做咱台湾甲美国未来自由贸易协定，也是讲双边贸易协定的基础。不过，咱来看一个重要的代志，不管是自由贸易协定，还是双边贸易协定吼，一边是。两个也是讲较济国家甲经济体，双边贸易协定是两个经济体也是国家吼，这拢是开放市场，拢甲关税有关系，要互双边的这个货物吼，在流通的时阵会更较利便。这个关税的问题吼，包括着货物，也是讲服务产业，这咱来请教任山老师，几啊年前。台湾甲中国都是嘛要做这款的代志，都是迄个服务贸易协定、马英九武甲三城学运的迄个代志嘛。亲像迄个学运的时阵，咱一直在讲，这都是开放市场。开放市场，因为这个关税来减免吼，会互资本较粗的人去剥削劳工、剥削资本较侪，譬如讲中小企业。咱即马。余中老师所讲的，咱这个贸易的倡议精神甲这无共款，也就是讲，咱即马敢有缘要甲这当作是讲，看到讲未来都是会签自由贸易协定，还是讲双边的贸易协定的。对，这基本上吼有足大的差别啦。我咱以前讲 ECFA 吼甲服务吼来比较吼。以前为什么咱会反对吼？马政府签这个服务贸易协定吼，甲 ECFA， 因为呢，伊虽然吼开放市场，咱这边市场较小，咱嘛爱相对的开放，这无要紧。但是呢，伊有内底有一寡的这条件，伊无甲咱台湾人讲，无甲咱台湾讲，所以。主要你签落以后吼，资本的移动会过去遐设厂，中国是要爱即块。过去设厂的时阵，咱台湾你就无创造就业嘛，所以这就是上基本的原则。所以咱拄仔讲倒来说，这是过去的代志啊吼。咱台湾应该是袂唔好搁过去签迄种吼，拄仔余中老师有讲，就是过去的即种的
贸易协定，吼，咱应该爱甲放做袂记的，因为迄拢是你限制讲你做这啊，我就甲你扣税安怎？但是未来你家己看台美21世纪创意这内底，吼，伊讲的拢是会使创造就业啦，吼，创造更加多的工作机会，吼，你安那创造的对美国来讲，对台湾来讲的话，咱互相毋是咧抢工课。吼，毋是互相你像讲啊，你卖我啥，我卖你啥，啊，你袂使卖我袂使卖你，毋是讲这个代志。所以讲，为什么先谈这台美21世纪的贸易倡议，甲咱甲美国的共同价值观先建立起来？吼，因为我甲你讲，咱甲美国还是差足济。我伫美国读10多年，医中老师嘛伫美国读啊，咱甲伊价值观还是有落差。但是两边要做合作，要开放，要共同合作啥？咱甲因的价值观就爱较接近的。所以我拄话讲，咱这个创意来讲的话，伊像讲下人权，吼，贸易的便捷化，就是政府莫去刁难民间，吼，因为你美国政府是袂使甲手撑落企业界，吼，企业要做啥，你就家己去做，吼，政府袂使补贴。哦，袂使入来讲，甲你断水断电，安怎袂使？吼啊，所以咱一寡吼政府，所以咱这内底有法规嘛，吼法规定原则，原则就是讲，我为迄个大原则就去定，吼啊，这内底这个事项吼，就是不以吼去扰乱民间做生意为主，安尼定，吼，所以我拄话讲，伊内底有足侪无共款，一个是。甲饼做较大，啊，一个是咱吼，咱讲过去这就是切饼，啥你会使食，啥你袂使食，吼，这个配药来讲，伊差别伫在，啊，过去吼，佫有一个概念，吼，咱讲 free trade，川普总统的时阵，伊就讲 I don't want the trade to be free， I want the trade to be fair， 我买贸易是 free 的，吼，是敢若免钱的，伊希望。贸易是公平的，吼，公平的，所以咱这样讲叫 BTA 商品，伊希望讲咱甲美国你谈判的时阵，因为咱吼拢是贸易出超啦，吼，咱出超国嘛，吼，所以美国嘛希望讲咱这边会使吼有一寡吼共同的会使做阵来合作的这个品项啦。是。林山老师甲余中老师吼，讲到一个，拢讲到一个上重要的一个大章头吼。建中老师，若是讲照以前自由贸易协定这款的经济条约来讲吼，若是讲亲像罗西亚去拍乌克兰，因为安尼我就无爱甲你做生意，这是无符合自由贸易的精神。啊，咱台湾甲美国即摆签的这个贸易倡议吼，伊是就共同的法治的精神来做价值观来做基础，亲像若是发生罗西亚甲乌克兰这个代志，我真正会当因为你违反这个规则，吼，咱的价值观无共款，无要甲你做生意，是毋是安尼？我相信吼，对于美国来讲，伫过去内底，全世界为 WTO 了，拢强调是公平，迄个自由贸易。啊，但是尾也感觉自由贸易无毋对，但是足侪国家会用迄款无公平的竞争的手段来对付美国，吼，包括伊用降关税的方式，甲你的资本吸引来中国。啊，中国伊的劳工的薪水佫低，也毋免讲啥物劳动权这个部分，所以变做讲，敢我原本大家想的是讲，这自由贸易的时阵会当创造佫较多的就业机会，但是这。对美国来讲，对全世界迄款自由民主的国家来讲，突然间发现讲，因的规则全叫中共利用去，啊，所以即摆对全世界来讲吼，咱的思想、咱的做法爱搁进一步。这进一步的部分内底，咱袂当搁为关税这个部分，即个台美的这个创意的这个提头这个部分，其实咱是要为非关税这个部分来进行，也就是讲，咱爱甲这个饼变好搁较大咧。但即个饼内底吼，毋是讲咱透过你减5块，我减10块，安尼互相来竞争，是大家有一个共款的迄款水准顶头内底，然后来做迄款你较优势的所在，甲我较无优势的所在，咱会来做一个互补的一个部分。为虾米？因为咱譬如讲，共款是台积电伫台湾伫做这半导体的时阵，甲去美国设厂，其实
同款的技术、同款的迄款设备、同款的这工程师，但是为什么台湾的工程师甲美国的工程师在做这晶片的时阵，迄产能甲效率的部分，嘛是有小可差别的一个部分。过去美国迄边遐嘛派人来台湾来学。啊，咱嘛知影过去，不管是联电也好，台积电也好，这拢是为美国技术入来。但是咱台湾人做一个改良、一个进步，这个制定的部分，咱已经领先全世界这个所在。所以到底譬如讲台积电，你若去美国设厂，啊，甲伫台湾设厂，还是去日本设厂，还是去欧洲设厂，这已经是毋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你后壁迄款智慧财产权的部分，要会当保障。所以咱看到讲，即摆这个部分已经是非关税这个部分，要有一个会当提升大家对劳动的意识，吼，包括咱学我嘛讲到进前迄个印太经济抗略来顶头内底，伊嘛讲到迄款气候变迁这个问题。啊，其实咱嘛看，这牧业的部分到尾啊，你敢毋要保护环境，嘛是爱啊。啊，你过去你伫咧中国内底，你去插树啊，插迄款环保的部分。内底伊毋免去甲你考虑这后壁后果嘛，所以伊会当甲你拼。但是即摆台湾甲美国啊，全世界民主国家拢发现即款的无公平的竞争是危害全世界更较严重的，所以因要甲即个规则吼，规个甲拗转来，吼，袂当搁互中共去主导即种意识形态，哦，互伊主导全世界即种贸易规则。所以美国带头来提出即个方案，希望招即甲伊价值观同款的吼，也是相似的这个国家来参加伊这个方案。咱台湾当然咱价值观同款，所以咱看到伫这个目的的部分是以共同的价值作为一个基础，来为咱台湾的这个市场，来为咱台湾的这个中小企业找到因会当甲全世界后一个世纪会当合作的这个机会。但是咱知影吼，即摆要数位转型，吼 digital 这个转型这个部分，其实无遐简单啦。因为包括咱的劳工的意识内底吼，伊的劳工这智慧的能力吼，数位的能力，要会当提升。咱的劳工袂当规工看抖音尔，咱嘛是爱有一个更较好的迄款转型的部分。啊，要互伊一寡迄款辅导的这个部分，这是一个足重要。啊，所以咱看到讲过去吼，这敢若讲啥物美国人较重视人权，啊，因的工课吼，比如讲一工甲咱做8点钟尔，其实咱中国伊会当加班一直加足侪的时间，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已经是过去的想法了。即摆咱爱看更较头前，所以咱咧看吼，当然这个台美这个提头吼，当然是抑个大家抑个毋知内容是啥物，但是大家慢慢甲贴起来吼，甲贴落实。啊，啥物产业一个摕出来讲，啊。台湾有优势的所在，摕出来讲。啊，对美国来讲，伊若有需要的时，伊嘛会当随摕到。伊的厂商无一定爱等于美国设厂，伊会当伫台湾设厂。伊会当伫即个部分产业了重新伫订购的时阵，对台湾甲美国内底拢有好处。啊，但是咱台湾爱知影吼，伫民主国家内底竞争的时阵，你就袂当搁亲像有迄款非市场的这个手法啊。然后包括这贪腐。迄个贪污的部分吼，其实我记得伫2014年3月的时阵 ，APEC 迄款中小企业的会议，美国商业部的人伫台湾，商务部的人伫台湾，嘛是讲到这贪污的这个问题。其实你看，在2014年就在讲这个问题，到即摆嘛是咧讲这个问题，所以美国人足重视的就是这个问题。啊，大家爱准备好，啊，要转型，啊，提出对台湾更较好的迄款做法。我相信这才是台湾产业要升级一个足重要的机会。是，讲到台积电高科技吼，余中老师，咱这个贸易的提头吼，即摆嘛要谈高科技出口的代志吼。啊，亲像华尔街日报，也是讲金融时报，拢有咧报讲，美国即摆咧使用的高科技的晶片，有超过90%拢是伫台湾生产。啊，对美国来讲，因感觉这是一个国家的问题，对全世界来讲，这嘛是一个供应链的问题吼。啊，即摆的这个贸易提头6月要开始谈，美国会想要安怎来处理这个代志？当然，这要看迄个谈的这个方向，甲迄个伊的主张来看吼。当然，有的人咧怀疑讲，咱即摆知影讲，即个6月，实际上伫即个咱讲邓正中吼，伊去美国行程，当然讲这是 select USA， 啊，但是应该是中间嘛有人
走去 Arizona 遐吼 ，Phoenix 迄个所在应该是甲迄个 TSMC 用台积电吼，伫遐的即设厂的一个过程有即么关系。所以讲即届就是讲，因为即个行程内底应该是嘛包括。我唔知影讲是毋是江镇伊会过去，但是起码伊内底有人是会走去即个 Arizona 即个所在，吼。所以讲这甲即台积电，但是我是讲，因为既然即个倡议吼是咧讨论规则，是咧讨论即个法规，吼，伊算讲台湾甲美国安怎甲伊迄个harmonization 会当。那个改妥适化哈，所以可能唔是咧直接讲到底台积电伫美国要安怎来设厂还是安怎，吼是咧可能应该是咧讨论是讲无论讲是要设厂，还是讲即个供应supply chain 吼，则是要安怎来迄个调整，安怎来处理。因为有诶物件实际上是无伫即内底，就拄啊，即个高人山老师有讲到，所以将有可能台积电。伊相关的即个物件，这是放伫讲美国、台湾、日本、韩国即个人讲 semiconductor 的即个 supply chain initiative， 吼，即个部分内底咧用。但是基本上吼，咱即马看到，甲即个 IPEF 来做比较吼 ，IPEF 内底伊是讲伊四大部分，三个大部分，一个是算讲伊 supply chain， 就是讲供应链吼。另外一个是咱讲 infrastructure， 就是讲迄个基础的即个建设吼。另外第三个就是甲即个算讲法规，尤其是反贪污吼 anti-corruption 这个物件。是讲这三个部分是伫即个美国商务部部长。另外就是讲甲贸易较有关系，是咧算讲digital， 算讲数位的即个经济。但是迄个部分都是去 USTR， 就是讲贸易代表。所以讲台美即届咱是咧讲着讲即个算讲甲贸易代表咧谈的时阵吼，可能即个数位的即个部分会变啊真大，尤其是那个当然台湾本身，阮是即个算讲硬体制造较强，吼，但是伫即个 data 的即个部分，咱的管理啊，甲咱的即个处理，都可能无讲遐尼有。吼，无像讲美国遐尼有，所以讲伫遮我是感觉讲要谈的时阵吼，毋是讲可能毋是，迄重点毋是，真正迄数位经济，当然毋是讲到底 data 要什么人要来处理还是安怎，可能是讲伫台湾遮所产生即个 data， 真侪拢是美国公司拢甲伊摕去啊，吼。就讲 Australia 都有一个，都咧告即个，咱讲即个民册嘛，讲即个广告安怎，你拢无交物件，结果你对我即个所在摕即资料过去，吼，都有咱趁钱，结果你拢无一点仔回馈，因为我无法度对你抽税嘛，吼。我是感觉可能是像讲遮较有的部分哦，爱做一个讨论。但是我讲除了这以外，阁有一个部分就是讲。台湾真侪，咱讲 disinformation 吼，假的即个新闻。但是假的新闻吼，这毋是讲即个像讲美国用国家的力量会当来处理，因为伫台湾遮真侪即个社会媒体即个 platform， 甲台湾这毋是伫台湾遮，这像讲面册，还是讲即 Google， 还是 Line。这伊拢是别个国家的公司嘛，但是伫台湾这个所在，伊有咧算讲咧操作，但是咧操作时阵，这安怎来咧管理？吼，那我有法度透过像讲以前管理其他即个跨国公司伫台湾即款的方式来用，吼，台美这个所在，咱会当来讨论讲什么款的物件。所以我基本上我所想的是，确实伫这个所在甲规则较有关系的这个部分。当然，因为算讲第一届咧开始咧谈判，吼，但是我会讲这第一届吼，变成讲刚才是讲家一个迄个架构框架先讲出来，咱想要谈什么款的问题，吼，了后才开始进入这个算讲较细节的这个部分咧处理。所以伫遮我是嘛，不是无啥啦，我毋是讲遐尼了解，但是我的药应该是触及到像讲遮的物件。是。林森老师、宜中老师拄则所讲的，我感觉有一个章头，就是讲，即摆要谈的物件是牵涉到足侪台湾甲美国各种的政府部门的交通的联络，安尼敢会当搁较进一步来加强台美双边的交流，透过即个贸易剃头即个代志。其实即马咱台湾
政府部门甲美国吼，几个部门拢有接触。吼，拄啊，宜中老师有讲吼 ，UST 啊，吼，这贸易代表像啥？伊想讲敢若民间组织起来吼，代表这生理人吼，啊，你对外口吼，对外口来谈讲贸易的条件是安怎？吼，啊，拄啊讲商务部就较管内部的代志。吼，内部的代志，所以 UST 啊，你安尼甲想，就是管美国出口，是，吼，啊，迄个美国商务部就讲管啥美国内部的市场，是，啊，所以咱要爱的是啥？美国内部的市场啊，所以咱希望啥？希望你吼，就是讲另外吼，无你内底的这物啊，吼，无你内底这物啊，会使谈到啥？咱拄啊讲半导体是一切开端啦，是。未来产业股啥电动车，这一定美国想要总价嘛，吼，个低轨卫星，吼，加卫星啦，吼，卫星未来卫星，啊个啥6G 嘛，通讯嘛，吼，因为美国上后卖啥，卖苹果嘛，卖苹果嘛，卖手机啊苹果嘛，对不对？所以伊遮的物啊，吼，我讲一步一步，应该伊无法度吼，拄啊，宜中老师上开始嘛讲，无法度甲台湾排除，吼啊！虽然来讲，咱无咧印台合作的这个框架内底，因为有咱的竞争者咧内底嘛，所以希望就是讲，美国希望讲，咱会使直接甲伊谈。啊，这个议题，我希望讲，咱的政府就爱较认真的，会使一个一个甲扛入去。吼，因为我知影讲，即马一开始就甲咱底牌拢显出来。可能对咱无好，因为啥？因为咱的竞争者拢你看，咱的竞争者足侪哦，毋是干那韩国哦，中国嘛是咱的竞争者，新加坡嘛是咱的竞争者，马来西亚嘛是咱的竞争者，吼，所以咱咧谈这物仔的时阵，吼，咱家己就爱有准备，就是讲咱未来的产业甲咱的核心价值，免啊甲美国会使吼有一个程度顶头的接轨，啊，所以咱就希望讲，咱会使。像讲产业的成长，吼，甲咱全台湾的经济，吼，因为安尼的贸易谈判的这个结果会使带起哩。是，吼，咱过去买恶化是因为伊着中国甲咱拖落去嘛。是，所以咱的薪水、咱的工资，20年哦，真正20年哦，吼，讲差开2000年的时阵，咱开放去中国嘛，结果就到2003年，安尼拢无成长啊，吼，因为一个，咱希望讲，咱对代理的这个贸易，也是经济合作，会使透过吼，即摆的这开始的谈判吼，会使渐渐起来。啊，我嘛是遮呼吁，就是讲，咱人民吼，可能爱小可有耐心，啊，信任我。绝对袂讲吼，咱官员吼讲伊贫惰啦吼，咱是啊绝对毋是，因拢吼足辛苦的吼去谈判吼，所以咱爱信任咱的官员，嘛爱信任美国这个盟友啦。吼，我无信讲因会害咱，因嘛需要咱，咱嘛需要伊。是，吼，所以咱会使讲做阵吼合作，大家共进一步啦。是。建良老师，咱最后来讲中国的问题吼。2礼拜前，咱无伫这个印太经济架构内底，大家小可有失望。不过前几天啊，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去南太平洋访问，10个国家无爱签甲因的协议。这咱台湾即马甲美国有一个贸易的倡议吼，这敢是咱台湾一个优势，还是讲咱有进一步？我相信吼，这美国是咧回应全世界对台湾的一个期望。啊，当然中国拢是咧看衰台湾，啊，台湾若是甲上无好的时阵，伊就当出来讲一个中国的原则，一个中国政策。啊，伫顶头就拍啥乌白讲。但是咱看到讲，对这美国来讲，其实王毅吼即间出访的时阵，过去伊走去所罗门要建一即款军事的设施，即摆伊搁要走去摩里西斯，搁去建一迄款
军事的设施。其实咱看到讲中国野心吼是一步一步在推进。不过最近踢到铁棒啊！最近是踢到足侪铁棒啊，因为因家己内底不管疫情的问题，还是有关接班的问题，其实中国吼即摆上严重就是经济问题。所以当美国经济的问题若是要往进前一步的时阵，对中国来讲，这绝对是一定要甲斩落掉的部分。尤其看到台湾甲美国关系在提升，台湾甲美国经济当咧接触的时阵，啊，这个部分等于讲过去台湾足挖中国这个部分，渐渐这个部分就要做一个平衡。哦，也就是讲台湾找到咱家己一个伊个所在来做咱的发展，唔是靠过去中国迄款足俗的迄款土地啊、劳工的薪资，这拢已经袂使。咱台湾爱转型，台湾爱进步，爱甲全世界后一个世代迄款科技来接触。这拢是需要转型，这拢需要digital这个部分。啊，当然，政府若是方向了对吼，咱人民、咱的厂商都会有足好的迄款努力的方向。啊，若是方向抓唔对的时阵吼，搁较努力吼，可能嘛无够。是。台湾新港界感谢现场来宾，咱后礼拜再会。谢谢。谢谢李宗老师。愈来愈熟。没有，多谢。